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阮要甲你三交杯三千斤，求你帮助阮，求你用你的圣神充满阮，来充满阮的教会，运行伫阮的教会中间，帮助阮。阮会通甲你亲近，甲你来敬拜你。恳求主你即个时刻安静阮的心，帮助阮排除所有影响阮礼拜的一切代志。阮会当用专一的心智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啊，阮也从今早起服侍的正当中，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因手所做的工，会通来荣耀你，来祝福所有敬拜的人。阮用同心合意的心智，来敬拜你的过程中间，主你就赐福保守看顾阮，用你的听款待阮。求主也保守看顾阮的教会。阮会当伫教会生活中间实践你的命令，就是彼此相听，互相扶持，也互阮伫教会的生活中间会当丰富阮的生命。求主，你使用教会所有属灵的领袖者、领导者，透过因的领导帮赞，互阮的教会更较合理的心意。阮也将教会所设立的各项机构，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互阮会当超找你的心意，照你的计划去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主啊，阮也将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我即个属伫你的土地，会当充满你所想事一切仁爱、公义甲和平。求主也保守现主时有缘伫武汉肺炎真严重的各国，恳求主你赐福保守，互阮赶紧脱离即款病情的影响，互阮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也互阮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更较思考人生的意义，甲主你的心意。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就甲我做伙唱歌上赞上主的伟大，咱做伙来赞美宣扬伊的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起立，咱来吟圣诗来学罗上主。咱来吟圣诗302首，救主，我少念你的时。真济，请咱阿头做伙三甲来祈祷。至圣至真至尊，创造宇宙万物，将你活命甲时间，愿所敬拜独一真活主宰上帝。愿感谢你，正受恩的兄弟姊妹，当属主耶稣基督做天父上帝的囝儿。今仔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恳求圣神活命水泉，清去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的心灵、阮的目睭全心仰望敬拜你，用诗歌甲感恩的心灵，将一切荣光过落归伫白镜圣神上帝，伫分别做成叠仔久时间中间，结连伫你永远的活命。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颂赞你的圣名。你的创造美妙，奇异伟大，你的作为超越人所想象会到的。早前你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用火条分条带领因的路途，赏赐玛纳做因的食物。你用野蜂赶出迦南百姓，用奇妙的行军射城甲方法。互耶利哥城倒坏。伫现今这个世代，你用阮细细看袂见的病毒，
互世间人拢恬静落来，做奇事，互人更较敬畏你的大权能。你是有怜悯、有稳定、甲丰盛主爱的上帝。伫你定心创造世界的大计划中，你将创世以前就甲你同在的道，独一的圣囝上帝赏赐世界，道成肉体人子，正做赎罪羊羔，担当世间人的罪，受苦受难，死伫十架顶，佮对你的大权能来告我，掌管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开始新创造的世界。也照你的计划来运行整个宇宙，互整个宇宙到尾拢要归伫主耶稣基督的治理。亲爱的主耶稣，愿感谢你，颂赞你的圣名。你是阮所信仰倚靠的救世主基督，是上帝甲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是道路、真理、活命。阮生命是好，是阮生命好的牧者。是阮生命唯一的倚靠甲保护者，阮要永远跟对你的引带带领。亲爱圣神上帝，愿感谢你，颂赞你的圣名。你来到阮的心中，甲围绕阮身边，保护阮，正做阮的保惠师甲生命的灵粮。你医治、安慰、帮赞、更新，互阮正胜，引带阮行天路，学习主耶稣的英贤行达。做逐款的好事，慈悲怜悯的上帝，愿感谢你。伫过去一年肺炎病毒疫情的中间，你保守阮台湾国家社会平安经过，互阮体会到以色列百姓伫搬过节迄一暝，伫羊羔保护热坎下面的平安甲稳定。恳求上帝慈悲怜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百姓。谦卑安静，有智慧，会通有效来隔离甲阻挡肺炎病毒的生传播，早日将疫情降低稳定，也继续保守阮台湾正百姓官员谨慎细致来预防甲隔离消灭病毒，也互阮的社会甲教会兄弟姊妹会通关心甲帮助做因为疫情影响。直到生活经济发生困难的家庭甲个人，发挥主耶稣所讲，着互相相听的假使。愿知伫新的一年头前有做事伫等候，愿每月有生在平，总是在一水管明日，一水牵阮行进前。愿着更较轻调伫主，藉着常常祈祷甲你交陪，用时间查考圣经。学习一步一步伫信仰顶面，更较认捌主的教示，甲你对阮人生美好的计划，用行动配合信仰来做光做盐，因后主的名也利益伫人。阮的祈祷若是下主旨意，由你显出怜悯慈悲，阮也要动心出声，三甲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虔诚向你祈祷。愿伫天的。一条，咱们来三甲启用圣经话，启用文第29篇，伫圣诗后面第44页的所在，就是诗篇146篇。咱三甲来启用，我来启，请咱大家来用。恁着学咯耶和华，
我一生要学乐耶和华。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土。有影顾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透放受关监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恁着学乐耶和华。说接，请咱来吟圣诗，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刷接，咱要请教南师班来带领咱来学乐。因所要吟的诗是永无回头，请咱同心来学乐。无
Yes， 咱决意军队主耶稣永远无回头，直到天年的家乡。真感谢橄榄枝班带咱来吟诗，阿罗上帝，愿荣耀归伫天父上帝。即条咱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撒母耳记下卷12章15节到23节，请咱做伙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下卷12章15节，我伫遮来共读。讲了这话，拿单就转去厝里。上主互大卫甲拔示巴所生的囡仔害重病，大卫祈求上帝，互囡仔康复。伊毋食物件，每日暗时入家己的房间，规暝倒伫地里。伊院内的老萝卜囥伊起来，伊毋肯，也毋甲因相甲食饭。过了一个礼拜。囡仔死啊！特别的萝卜毋敢将这个消息甲伊讲，因讲囡仔要活的时，阮甲伊讲话，伊拢无回答。阮怎样敢甲伊讲囡仔死的代志呢？伊可能会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啊！特别感觉到左右的人在讲兄话，知影囡仔已经死啊，就问因讲囡仔死啊吗？因回答：是囡仔死啊！特别就对地里起来，洗身躯、热头毛、换衫，然后到上主的圣殿敬拜。伊转去皇宫的时，吩咐准备食物，饭菜一个旁来，伊就食。伊的老婆问伊讲：阮真袂明白，囡仔活时你为伊哀哭。毋食物件，囡仔一个死，你颠倒起来食，搁食搁啉。特别讲是啊，囡仔活着的时，我哀哭禁食，因为我想上主可能会怜悯我，袂互囡仔来死。现在囡仔死啊，我为什么也要禁食呢？我会互囡仔活过来吗？有一天我要到伊遐去，可能伊永远。总是伊永远袂通转来我遮。圣经以上今仔日咱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的第2讲请咱大家来恭敬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关系大卫的。即个讲章的信息咱伫2008年的时阵，捌讲过一个系列叫做勇敢系列。咱有用大卫的故事进行4个主题。第一个是勇敢面对挑战，就是大卫安怎面对即个歌利亚的即个挑战。第二讲就是勇敢接受试探。大卫有机会开始追杀伊的扫罗，但是伊无接受即个试探。第3讲就是勇敢突破困境。大卫受扫罗迫害，拄着一个真大的困境。伊安怎去面对？第4讲是勇敢承认失败，就是大卫登基做王了后，伊竟然犯了真大的罪。伊甲拔示巴发生了婚外情等这个代志，伊安怎去伫拿单的帮战下面，伊安怎去承认伊的失败？大家会当去网络顶面看这4个系列。咱今日要继续对即个大卫犯错了后，伊面对人生的一个忧伤的代志。借着安尼，咱来学习真重要的生命功课。免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互阮会当精心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互阮有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也照你的话语去行，互阮得到祝福。
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的人生是充满真侪上帝恩典，人生中间有真侪快乐的代志，是丰富美好的。但总是咱袂当忽略讲，生命中间确实有一寡互咱感觉忧伤、悲伤的代志。咱每一个人应该拢捌经历过哀伤。生命中间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完全掌握。所以咱看诗篇第90篇这根据传统，这是摩西所写，伊安尼写讲：咱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十，臃肿的通到8十，但是所得的只是劳苦忧愁，生命转眼消失，咱拢要真做过去。所以这些人伊去观察人的生命，我觉咱人的生命中间伊讲台语的圣经讲，会通夸口不过是劳苦忧愁啦。伊讲生命中间有充满这个代志，当然咱的生命有快乐，但总是有忧伤的时阵，特别是生命真紧就过去，一万年就过去，有一天咱拢会真做过去。所以咱的生命中间咱若真认真去观察，咱会了解讲，生命中间差不多无一项代志会永远陪伴你。所以我有时会讲生笑讲我除了腹肚内底油会永远陪伴我以外其他无一件代志会永远陪着我。咱的人生会经历失落的过程，会经历忧伤的过程。可能一个意外发生，伊就带走一寡对咱来讲真重要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这件代志，这毋是讲会发生未发生的代志，这是当时要发生的代志。而且当时要发生，咱嘛无了解。我记得母亲甲母亲阮两个囡仔细汉的时阵其实阮迄大汉的是较无法度受控制常常会带互阮一寡意外有一天伊突然间对学校转来载两只迄个细只，迄个叫三线鼠啦两只鸟鼠载转来讲，伊甲因同学做伙买一人买一只，即摆要放伫厝里。我讲即要安怎饲？伊讲爸爸，你去买一个人内底伫内底我来去买一寡饲料来饲我都受逼无法度啦都我去买一个人买一寡饲料来饲即两只，佮去研究安怎饲。迄个时阵母亲甲母亲就逐工拢甲即两只鸟鼠佚佗咧观察因长大的情形但是咱知影这鸟鼠的寿命就差不多2-3冬尔所以因饲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我就发现其中有一只就拢无啥咧动还有一天看到迄只伫遐咧窜咧，我就心肝就想讲这早晚的再见迄个时阵母亲在小学6年级学期差不多学期中啦伊看伊就知影讲这只鸟鼠伫要死哇！我毋捌看过伊遐尼敬虔过啦逐工跪咧祈祷讲求上帝莫互死，莫互死，莫互死甚至我祈祷到流目屎到尾伊拢讲无上帝至少等我毕业典礼了后即只较死啦真正毕业典礼迄天死阮阁来举行一个个别礼拜待伫外口草埔内底所以你咧照顾即两只鸟鼠咱咧照顾家己的亲人同款所以彼此中间有迄个感情，但是因为有感情，今仔日要离开的时阵，真艰苦这就是咱人生的缩影。咱人生中间一定会经历真侪生离死别的痛苦，是一寡咱无法度理解的困境。这就是咱的人生。
每一项拢爱面对。今仔日经文是描述大卫生命中间即件危险的代志。伊甲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囝死，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发生即件代志的时阵，是伊人生的上界高峰的时阵。伊掌管整个国家，有真大的权力，但是伊无法度挽回伊的囝的生命，伊有缘失去即个囡仔。所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安怎面对咱人生中间的悲伤。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大卫的表现。伫失去囝进前，咱看见着圣经记载讲，大卫祈求上帝，互伊的囡仔会当好起来。所以伊禁食，每一天暗时入去家己的房间，就倒伫涂骹，然后咧服侍伊的老萝卜，靠劝伊起来，伊嘛无要起来，也无要甲因做伙食饭，袂食袂困安尼啦。结果经过一礼拜了，这个囡仔死。大卫的萝卜毋敢拿这个消息甲大卫讲，因为因恐惊讲哦，因都讲这囡仔要活的时阵吼。阮连讲话，伊都无肯回答。咱即摆若互伊知影即个消息吼，哇，伊可能会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但是大卫是聪明人啊，伊看见着伊的萝卜伫遐啼啼吐吐咧讲话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啊，即个囡仔已经死。就大家问讲囡仔敢死啊？伊讲是囡仔已经死。这时阵吼，出乎因的意料之外。大卫就对涂骹起来，去洗身躯、洗头、换衫，然后去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当伊当来皇宫的时阵，伊就吩咐因准备食物，就开始食。伊的老婆就真意外地问伊讲：阮真无明白，囡仔要活的时阵，你为伊禁食哀哭，囡仔一死，你竟然吼？阮若想讲，你会愈来愈悲伤，无想到你竟然搁啉搁食。大卫就安尼对因讲哦，讲是啊，囡仔活地的时阵吼，我禁食哀哭，因为我咧想讲，上帝可能会怜悯我，无互囡仔死。即摆囡仔已经死啊，我为什么会禁食？我靠迄个能力，互囡仔搁活过来。伊讲有一天我要去伊遐，但是永远无可能转来我遮。咱今日要对大卫安怎去面对伊失去这个囝的哀伤，来学习安怎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悲伤。我拄则讲过吼，咱生命中间的悲伤是无法度避免，你嘛无法度计划，伊可能突然间就来到，咱先做好准备，来面对，看圣经的教是安怎。当然牧师知影吼，要对悲伤的过程中间行出来吼。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几个提醒，咱当来学习。首先吼，咱若要拒绝悲伤吼，持续去攻击咱吼，咱毋是袂当悲伤，但是悲伤若全然占领咱吼，咱的生命就真艰苦吼。咱若要拒绝即个悲伤一直咧攻击咱吼，咱第一项爱做的就是，咱来接受。这个袂当改变的事实啊！就亲像拄则经文中间，大卫坦然接受囡仔死亡的事实同款。咱知影有真侪人吼，伊拄着困境、拄着意外、拄着不幸的代志，伊真紧会产生一种否定的态度，伊会否定、拒绝相信这代志，甚至这个时阵会将信仰吼。看做一种麻醉剂，比如讲，有个人厝里的人患了重病，有个人无要承认，甚至我知影有一寡人我有一个朋友就讲你敢知影？伊就对我讲你敢知影迄个为什么考试会无及格？我就问讲为什么？伊讲因为这个人去考试啦。所以伊讲伊拢无咧健康检查因为为什么破病，就是因为健康检查这就是一种无健康的做法有一个人
家庭中间有人患了重病，你袂通讲伊无破病，我无相信，这毋是叫做信心啦，这叫做欺骗家己啊。比如讲我拄则举迄个咧，你上爱的三线鼠死去，你袂通讲我靠主的名宣告伊无死，无可能，这毋是信心嘛。信心毋是拒绝事实，真正的信心，信心毋是讲假做你无问题，真正的信心是你爱知影讲，我虽然有问题，我虽然会暂时艰苦，但是我无要灰心，因为我相信上帝伫任何情形下面，拢甲我三甲地地，拢甲我同在，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你要认捌事实啊！所以，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拄着悲伤的代志的时阵，咱要领受真实的平安，就是爱接受这个事实。咱爱亲像这尼泊尔的祈祷说讲，讲愿上帝赏赐我平静，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事实。愿上帝赏赐我勇气，互我会当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求上帝赏赐我智慧，互我会当分辨什么是我会当改变的。什么是我袂当改变的？这咱应该爱做这款的祈祷。当咱拄到一件代志的时阵，咱用平静的心去接受这无法度改变的代志。我想大家应该拢已经知影，阮牧师娘伫前一段时间一直咧治疗的中间啦因为阮伫去年3月份发现有身体内底有癌症所以3月份做手术，了做化疗，然后做电疗。这整个过程中间其实我看无算是受真侪肉体的苦痛但是阮知影这件代志了阮其实阮就是面对这个事实然后接受正常应该爱接受的治疗。而且伫治疗的过程中间，我有观察一点，我发觉讲，我无师娘是用真乐观的心去看。面对伊家己的病情，我甲大家分享几张相片啦第一张相片这是伊去做放射线治疗咱在放射线治疗爱做一个迄个模型就是爱来定位嘛伊就是伊爱倒伫这个模型顶面，伊手摕的迄个物件倒伫遐伊就袂动安尼咱做应该5-6分钟的这个放射线的治疗，逐工拢爱做爱做30届伊这是应该是做上尾一届去翕的伊若亲像咧去冲浪的人摕一张这冲浪板要去冲浪搁第二张因为化疗拢会到头毛嘛所以我就来剃头大家毋知影我会晓剃头啦我真正会晓剃头头剃互光光光这张是伊的毛还没有长齐渐强啦伊叫我来翕一张有人，阮兜有奇异果我来搭伫遐那亲像奇异果相共在这过程中间我虽然去面对这个困境，但是我相信这个困境袂拍倒阮，因为阮有上帝甲阮三甲地地。因为有上帝甲阮三甲地地，无论情形会变做安怎，阮拢会当面对伊。所以承认事实这是非常重要。咱已经面对这款的困难，咱毋通否定伊，咱就是面对伊，咱才会当超越这款的挑战。第二项，除了接受事实以外咱嘛爱接受安慰咱看见着大卫知影伊的囝死去了，伊做一件代志，伊起来洗身躯、洗头，换衫了，伊做一件代志啥？伊去敬拜上帝，伊去接受上帝的安慰，去亲近上帝。相反，咱伫悲伤中间咱嘛爱敲找来自上帝甲人的安慰。当咱面对悲伤的时阵，也是讲咱失去某一寡对咱生命真重要的代志。一般的人咱天然的倾向就是安那眯起来，咱望眯起来，暂时莫别人莫来搅了。咱会起一座围墙，起一个城堡，
秘伫内底，但是无需互大家了解，这可能一段时间会使，你袂当久长安尼做，因为你这个时阵你需要别人来安慰你，你需要上帝安慰你，你需要进入一个支持的群体中间。圣经安尼讲，讲爱彼此分摊，这着成全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命令是啥？就是爱彼此相听嘛。今日咱会当有教会生活，这是上帝一个真大的祝福。教会生活要安怎？互咱伫这教会中间会当彼此相听。拄着有人有悲伤的代志的时阵，咱就互相带导，彼此安慰，安尼就成全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因为上帝知影咱人的软弱，所以伊设立教会，互咱伫教会中间能得到这款的支持。所以，咱伫悲伤的时阵吼，咱就应该爱进入这个支持的团体，得到别人的关心。所以，当咱面临生命中间的悲伤的阶段的时阵吼，咱来理解，咱进入这个支持的团体，咱毋是简单得到别人的扶持吼，咱更较需要别人的观点来看代志。有时阵吼，咱拄着痛苦，互咱的眼光真矮细，吼，互咱看的代志吼真矮细。你需要别人互你一寡建议，互你看到代志的全貌。这你要理解。我伫教会的时阵，阮老爸过身去，我迄阵我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可怜的人，因为阮全班50几个人，连我一个无老爸。我迄阵我是感觉我非常可怜啊！无想到阮老爸过身无偌久了吼，蒋介石过身。我迄阵才知影讲，哦，蒋总统，伟大的蒋总统吼，因老爸有哪会过身啊？后来我才知影讲，世界有一个所在叫做孤儿院，内底囡仔不只无老爸，佫无老母。后来我较大汉了，我才知影讲，有个人有老爸吼，比我无老爸佫较可怜。所以有时阵吼，咱伫迄个痛苦的中间吼，咱的眼界会非常矮细，以到咱无法度看见更较广阔的世界。所以你需要加入一个支持的团体，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观点，会当帮助咱扩大咱的眼光，互咱会当真实明白这代志对咱的意义。我伫我的老母过身的时阵吼，我是非常非常伤心啊！大家应该知影迄个过程，我过去捌讲过吼。迄有拄好离开台南，叫无想到老母就突然间过身去。所以，阮阮两个小妹，一个对美国，一个对台北，等于阮自集伫遐时阵，阮非常艰苦。老母最后一句话拢无交代。这时阵吼，上帝有差遣真侪天使来关心阮，特别是阮的牧师吼，就是阮老母的牧师，也是我的牧师孙牧师来探访阮。伊甲阮分享真侪阮老母过去捌甲伊讲过的话，互阮明白讲，阮老母是遐尼疼，为着这个家庭付出遐尼济。我明白讲，虽然阮老母已经过往，但是迄个死亡无法度隔离伊对阮的疼。阮应该爱将即款的疼延续落去。所以有时咱伫迄个痛苦的中间的时阵，你若拒绝外界的安慰，还是讲帮助，咱的眼界会哪来哪细。但是如果你若拍开你的心，接受别人的安慰，别人的帮助，咱会当一步一步行出迄个悲伤。所以牧师期待你要有团契的生活，你要有小组的生活。伫小组中间，咱能去帮助悲伤的人。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别人嘛会当帮助咱。这是牧师的一个期待。第三项，要安怎行出悲伤吼？有一件代志咱会当做。咱要知影吼，每一件代志伫失去的过程中间，一定会留落一寡代志，留落一寡分量。
伫拄则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大卫失去伊的囝，但是伊嘛透过即个无好的经验，明白家己的软弱，伊嘛透过即个经验去反省家己的错误，而且加深伊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如果伫失去人生某一款物件的时阵，你用阮迄个好毒继续伫你的心中，安尼不断成长，你是继续咧伤害家己，安尼这经历就无办法互你成长。所以，咱来理解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讲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是啥物？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嘛，包含好事，包含歹事。毋是好事才会当对咱生命有利益，歹事嘛会，因为听上帝的人会当伫即个任何代志中间去看出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所带来的稳定。所以无论是好事歹事，对咱来讲拢有意义。如果咱若袂当对所有的代志顶面去看出即个经历要互咱带来的启示，咱就无法度对这经历中间得到成长，这代志就变得空空。但是听上帝的人，伊明白上帝伫这过程中间掌权，伊就会当看出迄个所有代志对咱的意义。有一寡人可能做生意暂时失败，但是伫失去的过程中间，伊就学一寡代志，后一遍伊就袂犯相款的错误，成做未来成功的一个帮助。咱有时可能失去咱的亲人，但是咱爱明白，死亡无法度夺走所有的代志。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见证，我老母离开阮，但是伊留落来听，深深影响着阮。死亡无法度隔绝咱中间捌曾经发生的痛。伫失去的过程中间，咱也会当得到一寡代志。第四项，要行出悲伤，互咱一个上界大的启示，就是讲，咱除了接受事实，去检查失去的过程中间，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就是咱有缘爱为着咱这个时刻拥有的来感恩。咱知影。圣经中间记载讲，上帝后来阁使大卫甲拔示巴另外一个囡仔，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有一个名叫做亚底亚，意思就是讲上帝所疼痛。咱看见着所罗门后来接续大卫做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失去某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来去检视咱的生命中间，咱阁有啥物？有的人失去老爸，但是伊还阁有老母；有人失去先生，但是伊还阁有儿女。你讲我啥物拢无，但至少咱还阁有上帝。咱检查有一款的经验，当咱拥有某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毋知影伊的宝贵，袂晓去珍惜。一直到咱失去这个代志的时阵，咱才知影哦，这个人、这个代志、这个物件对咱的重要性。迄个时阵后悔都已经袂赴啊。所以，咱伫失去一件代志的时阵，咱就爱紧把握咱即马拥有的代志。所以，牧师每一遍伫个别式的时阵，我无论是请我祈祷，还是请我讲位事，或者是请我讲道，我拢会讲一句，讲咱来珍惜咱的机会，互咱的亲人更较相亲，朋友更较相疼。咱应该伫失去了后，更加珍惜咱现主时所拥有的一切物件，毋通听候失去的时，咱才来怨叹。最后一项也是上界重要，这是咱有，但是大卫无的福分。大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伊最后讲：我有一天要去伊遐对无我要去因囝遐，伊永远无法度倒来到遮。伊知影有一天会安尼，但是伊毋知迄条道路要安怎行。咱今仔日比较幸运，因为咱有耶稣，耶稣会
已经替咱备办好这条道路。因为耶稣捌安尼讲：我守属因永远的活命，因无抵到死亡。无论什么人，拢袂当对我的手中将因夺走。如果咱若将咱的愿望起做伫即款应允顶面，起做伫即款永远袂摇动的石盘顶面，咱就会当明白，咱是我尔有愿望的人。咱若认捌耶稣，得到耶稣，咱最后也要得到一切。生命中间有太侪咱无法度理解的困难。如果若无耶稣，咱的愿望伫倒了。所以咱来学习啊，将一切交予伊，专心祷告。圣经安尼应允讲，信靠上帝的人，那亲像锡安山，永远徛立坚定袂摇动。什么叫做祷告伊？我举一个例，互恁知。咱即摆拢坐会着无？我相信咱教会以后拢真稳嘛所以每一人你只要完全靠迄个椅啊，伊就当来咱支撑住。所以我相信咱即摆无任何一个人坐咧去出力做出力咧维持迄个姿势无嘛，咱拢是放心，完全拢靠这椅啊，来咱支撑嘛。这就是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无用家己的力量，无靠家己的力量，靠上帝的力量。上帝就是遐尼稳固，互你会当放心将你的生命交托互伊，爱专心祷告，然后咱来愿意接受上帝的引传，听上帝的指示。咱伫悲伤的过程中间，咱会当听上帝咱指示，一步一步行出来，行出迄个悲伤，互咱的生命就坚强起来。有一天，咱也会当用咱的生命去祝福别人。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生命中间，咱所拄着的艰苦，如果咱会当经历，咱会当接受别人甲上帝互咱的安慰，对这个过程中间坚强起来的时阵，这会成做一种力量。当咱看到别人甲咱有同款的经验的时阵，咱就来帮衬伊，会带予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那安尼，咱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如果每一人拢愿意安尼做，成全上帝主耶稣基督予咱的命令，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牧师特别要来替咱中间，如果你若即马拄好有拄着忧伤的代志、困苦的代志的人来祈祷。求圣神这个时阵亲自安慰咱、保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阮面对人生的苦痛，阮毋惊吓，因为阮知有主伫阮的身边保护阮。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引带保守看顾，特别是阮中间如果若有拄着困境，迄种差不多阮无法度面对、无法度超越的困境，主即个时刻你垂恳圣神帮助因，互因会当坚定对你的信心，伫你引带保护下面，互因行过死荫的山谷，到你为因陪伴。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也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领受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带予咱的信息。咱靠耶稣就会当平安。这条咱三甲来吟圣诗347首，是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三甲起立，咱来吟全首。
这条咱要用奉献来刷接咱的敬拜。伫未奉献以前，我伫遮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头一摆来到阮中间做礼拜的兄弟。若是你伫外面未填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天天的念去交互受奉献的执事法官的通来介绍你来欢迎你。这粒请咱来奉献。起立，三甲来做奉献的感谢。慈悲怜悯、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保守阮众兄弟姊妹，伫个恩典带领、祝福下面，一心心灵拢平安顺遂。愿为着回应主的疼痛，照你的驾驶奉献阮的心身、才能、时间、金钱，来正做你的器具甲圣工的路用，恳求你甘纳。祝谢，互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到成，可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条我来做重点的报告，请咱来看周报第6页的所在。本周特别事工，今仔日是
总会所定国内外宣导奉献主日，请咱兄弟大家来共同关心、参与代祷甲奉献。第二点，咱的集体关怀。第一，本会会友杨文丽长老娘的妈妈杨林淑女姊妹，也就是苏慕仁长老的丈母，伫1月7日安息主怀，定伫1月16日本礼拜六下晡7点半，伫嘉义大拿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足。第二点，恭喜本会会友陈汉林，就是陈水明、罗慧光、罗桂凤姊妹夫妇的公主，以及黄心梅伉俪伫1月7日欢喜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三点就是总务委员会的消息，为着年度的决算的财务方面的点数，请各团体、示范小组的会计人员、会计同工伫将去年财报包括这个单据、传票甲账本对外捐款的单位、奉献者的明细、讲师费、车马费，伫本日以前交予九楼的行政中心的科主任。第四点就是咱后礼拜讲道信息，请咱大声来看历代记上28章甲29章。过来就是看第7页的所在，咱有一个成人牧区的事工，咱伫1月26日、28日，就是拜二、拜四，顶埔暗时个下晡时，就是通常牧师伫早间的时间咱有举办一个关系报道的课程，互咱会通来学习要安怎来传福音，来招咱的朋友来信。这个来参加这教会来信服这个福音请咱来这个咱牧区的干事施文会谢莹莹干事来报名，互咱会通准备教材咱来看第9页的所在双联幼儿园甲这个双联安养中心拢有招募这个人才。请咱来看周报内面以及教会公布栏咱报告以上以外，请咱家己来过目这条咱要刷接车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敬拜的兄弟，才有几位第一位是这个林碧玉律师，好，来先起用头拨来欢迎欢迎你搁第二位是黄淑鹤，也是律师代表者这是美基长老的朋友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姊妹，好，欢迎这贵宾，等下咱去甲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十分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阮也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领受你的恩典，充满快乐。阮特别将今早起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林美玉小姐甲黄淑鹤女士，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会通透过教会的生活来丰盛因的生命，互因搁较认捌教会，搁较认捌你。阮将因甲因的家庭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阮上时也恳求主你甲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伫地。赏赐阮快乐稳定，互阮会当透过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即条，请咱来吟散会圣诗圣诗新圣诗399首，伫咱周报内面第4啊、第5页的所在，咱来唱一摆吼，咱来唱一摆咱竖琴先弹4小节了，咱就开始唱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共受切恳。